家好，我係 Rose。最新嘅新聞，台灣最有影響力嘅直播主啊，館長啊，竟然嚟中國啊！甲亢哥嚟中國咧，就令到全世界嘅世界人民啊，覺得中國原來係那麼美好啊嘛！依家係台灣啊，呢個你話幾有行情同爆點啊！真係台灣最出名嘅直播主，居然嚟中國啊，係真正實現兩岸交流啦！我都好期待佢啲片嘅發展啊！依啲人一早真係要嚟啊！以前咧台灣讀書啊嘛，真係活在台灣嗰啲媒體裏咧，通常咧對中國認知好少咧，就係靠媒體嘅渲染啊嘛，全部基本上咧都係個唔中意大陸啊，同埋覺得大陸唔係咁好啊。但係你真係咧嚟一次啦，即係咧以前長期喺台灣讀書啊嘛，直到啊真係嚟大陸咧旅行咗1個月啊，即刻覺得全部啲眼界咧係擴闊晒啊！再加上咧以前睇到美國啊。即係有一個美國債王咧，佢話佢每年啊都會過嚟中國噶嘛，跟住真係佢本書咧都全部都喺度讚話中國嘅美好啊，跟住馬老味嘅偶像老馬，佢啊又係喺度讚中國嘅美好，真係漸漸咧都覺得咧睇多啲中國嘅嘢，再加上去中國嘅旅行，完全咧真係對晒中國改觀啊！佢唔止佢啲基建咧超爆勁啦，跟住佢啲人民素質又好喎。即係基本上都會有好有唔好，但係基本上咧，依家越嚟越進步啊！中國嗰啲人民咧，其實素質真係都好好啊，而且分分鐘真係有錢過港澳人啊！係啊，尤其是北上廣深嗰啲幾間樓嗰啲咧，我都非常期待啊！我覺得呢種咧兩岸人民嘅交流真係實在太好啦，令到更加多人咧增長嘅眼界。雖然啊，依家咧我哋社會啊活在資訊信息發達啊嘛，但係其實我發覺咧好多人咧睇嘅嘢啊，再加上佢啲演算法咧都比較偏向話推送你平時睇開嘅嘢啊嘛。就明明我哋係資訊廣闊，好多嘢可以任睇㗎，但係偏偏我哋睇嘅嘢咧全部都係單一，知道嘅嘢咧就係單一，唔夠多。好多人咧都算係活在井裏。如果你唔出去行啊，真實咁樣接觸、見識、考察，你就唔會知道呢個世界發生咩事。我哋密切期待呢個台灣呢個第一直播主拍呢啲片啊，打面嗰啲綠黨嘅所有人先。